好，我在干嘛去蹲看到了？我在搞这金融车了哟，我蹲在那干啥？我的家伙在青岛，你现在骗呢？你去帮我改了婚礼，这我听了呢。你去帮我改找婚礼没得啦？你本人在那里去啦？搞不保领导，你去还是国家，我到去找你姑娘来嘞。我到这吧，姑娘来了。我都把这开不了干家，我就问你我今天价格去找不过还呢？搞蹲在那了，给多不？这要赔你干到了嘛？搞蹲在这里赔眼力啊，怎么着不？哇，我对。我下去眼里吧，就是那个不输赢了。到了，我不跟他们解决了。够红的呀！哇，头，你就做只可以陪到我的家里。你个公仔啊！你先搞的！不好了，不好，不在了！你滚了！你不能！骗我道歉！不是！